文化新眼界来看即卖剧团，那是剧团。假小土剧团长期关心武艺，嘛关心人权。团长吴一金最近有推出一本新册《上水的风景》，是咧讲原住民的囡仔走出梦想甲身份认同的故事。绘本内底嘛有加入音乐，甚至阁有台语，也阁有台语的配音。我是杜马斯，自细汉我上好的朋友就是我的表兄比利。用台语跳出红色杜马斯的生活故事，这本上水的风景是拉里亚剧团团长吴义珍上新的绘本创作，讲的是伫台中上好部落出世的杜马斯，为着生活出国打拼，最后找找到自我认同的过程。一般的汉人就是无想讲我会当伫山内底做啥物代志，但是伊的哥哥就是活伫咧山林，靠山食饭，会当饲一家花啊，我感觉做感动的啊。用上日常的生活经验，点出人自细汉到大，了梦想、自我认同的过程。故事中的主角也是台语龙头的杜马斯，原本是警察，后来改读投入影像创作，也重新登去故乡大坝尖山，找到心目中翕拍上水的风景。虽然是从我的故事为出发点，但是它其实是代表每一个族群，不管是原住民也好，是一般就是汉人也好，就是其实大家都曾经离山很近，离土地很近啊。有一天我变做原住民台语的妈妈的时阵，就是有这血脉血缘的关系，所以就感觉我一定爱做啥物代志，互我的囡仔会当知影讲家己的身份是啥物。吴义珍表示，这本绘本其实也是伊实现为多梦的作品，希望用家己的人生故事鼓励大家，永远莫忘记你心内的梦想。记者杨淑静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